我知影阮某有心的辛苦，因为伊有心的时阵，逐工爱伫大腿煮一支车。注射的目的是要甲腹肚内囡仔保调的。拄到第60支的时阵啊，两支脚已经乌青硬火，我足唔甘的，我带伊去外口食饭补身体。拄着阮朋友，我甲阮朋友操蛋，伫厝我教做的，我要困外口我就困外口，恁唔信啊？来，阮某来，两支脚乌青硬火，乌青硬火，有看到无？我拍，拢我拍。我某听了去上便所，10分钟了后，警察来讲我拍某，甲我掠走。我某出来看无我，走去派出所要甲我报啊。警察甲问：你这乌青，人安甲你拍的？唔是啊，是伊摕针甲我堵的啊。为当时开始的，为我有心的第一天。伊讲要煮甲囡仔出事啊！安尼你搁要来甲报？唔是啊，敲电话报警的是我要互伊知影，谁人开是真正的假做的。哎呦喂啊！今仔讲到这，感谢我是伟德。